这是台湾药。你后这后壁是啥物货？你敢知？一种树啊。树啊。嘿，这是你若去台版算，因为我较早去嘛无注意，但是即摆去走特别注意哦，原来台版种足侪这是迄个白果银杏，嘿白果，这是因的城市的代表，所以你若是即阵走应该是12月吧。11月、12月去，你会看因规个城市拢是黄的、红的，所以你会看，我生活大概看即张过来，你看即张就有感觉，因的走马拉松走了，互你的迄个奖牌，你看这个形体，就是银杏的叶啊，足水的。我有做即个奖杯，这因城市的树啊，这因的奖杯就是，所以有顶悬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迄个白果的叶啊，一个这大板城吼，所以伊出发的所在就即张。伊出发甲结束的所在就是大板城，迄只，就是伫行销因即个大板城。哦啊，我感觉走即个海外第一个走大板，其实讲实在，因的风景真普通，但是走了有一寡感觉你台湾走的无共哦，我大概看不一定啊。第一是安尼，就是讲你会走过真侪哦，这就是白果哦，这种是因。真侪像伊看即种真古迹、真水的所在，这是第一个重点。啊，第二就是，你会看到像这路边，你看边仔遮小可看得到，因遮吼拢是为走的这个起点，甲最后的终点吼，足侪人市民家己出来遮帮你加油啊、干巴地啊，啊，这种是自发的，这毋是啥物团队、啥物动员吼。你会看到有的人就是送老人出来坐位出来拍镜头，啊，有的是抱囡仔、翁仔帮你加油，就是足侪位。头到尾，你看迄边仔拢无啥物款的路会当互你闪过，所以其实这嘛是真走马拉松真好耍的。其实一般也是走42公里，走到差不多30几的时阵38、39起，你拢会忝啊，我走，休困好啊，想那边忝，我来食饭好啊，转来市区。但是因为这人伫边仔加油，啊你嘛无路会当互你闪开。其实你若你慢，还是说你较有出紧张，你嘛无路啊，休不就好继续走好啊。所以这真正会帮你。加一寡迄个动力会当继续走，所以因的即个市民真热情，拢家己来。啊，第二是因嘛做出名，像讲边仔甲你遮走的人吼，因为因挑伫工啊，因为一般咱台湾伫报马拉松其实真方便啊，你的即个号码白啊，讲伊迄个骹爱绑一个晶片。台湾有两种的方式，就是讲你会当选讲我伫比赛之前寄来咱兜吼，有一种就是讲你可能前一工现场去领安尼。啊，但是因为像足侪迄个海外马拉松像我去参加这，伊无互你事先寄，伊就是你一定爱前一工去遐。伊有一个原因，其实这甲商业无关的，伊会办迄一个类似迄足大的展览场哦，像讲博览会安尼。你去报到了，伊嘛袂互你随出去，伊会足侪单位卖鞋啊，卖啥物货，真商业的。你逐个伫遐行，你会加减哦，你嘛是介绍啊，这你促销啊啥，你就是买哦，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迄工去迄个所在，伊有类似像讲咱台北的南港展览馆啊，伊伫做捷运的做尾啊迄站，所以你看迄个坐捷运去的人，你坐去了，尾啊你倒来看到讲，伊手顶面摕迄个马拉松的迄个牌啊、物资啊、啥物衫，你会感觉哇，这个阿伯明仔载嘛要走，这个这个上班族、这个粉领族明仔载嘛要走，你感觉注意讲，原来这车这种。足侪形体人，明仔载拢要甲你走，就隔工走。所以我走了嘛，感觉讲哦，可能即世人熟悉台版的人，拢伫即工看了吼。所以走马拉松，我感觉有一寡像即种真好耍的经验咧。因走了就一张这伊的证明。我是想讲要甲大家分享你看伊的汉字就用这走，吼。所以日本的汉字马拉松走了 finish 伊才完走啊吼，就是你用这汉字走安尼。因的色水拢真丰富，因就是用迄个轻的这个漆的色，因就是做无共款的公益活动伫内底。伊就比如讲，你若是选红色的这组吼，你伊的5%偌济捐哦，什物医疗。你若是选柑仔色这组，伊的5%偌济捐哦，迄个比如讲教育的团体。伊会甲这办甲做，所以因办这做厉害，所以因的市民，我想讲较欢迎大家来走，可能嘛原因就是讲，其实伊会带动真侪，毋管是这公益啊，是讲商业的这个整体的部分着。其实讲这比较讲，可能大家无走较毋知，因为台湾大部分是对办这一般来讲是较无遐尼欢迎啦，因为
你若是像讲拄啊好拄着你走迄工，你等下过马路啊，三向挡掉，所以逐个伫遐骂创啊。但是即摆慢慢，逐个有接受即种的运动伫城市内底。啊，像这嘛是咱讲，像台北即摆咧争取，较早台北的马拉松是无啥物款的认证，伊有国际有一个田径总会也认证，尾啊台北有争取到迄个铜牌的认证，啊，即摆一定进步甲金，过来因要拼金，但是拼金可能有困难，因为拼金你要完全的封马路这有当啊市民抗议，看你挡会掉，挡袂掉安尼。好，最后这是我先来一张好。这嘛是其实旧年的11月，这出概念的，这大家知影对吗？继续讲对。嘿，这台乐国这是花莲的台乐国。花莲的台乐国嘛，就马拉松概念。听讲，台湾人一生爱做的4样代志，这其中一个台乐国的马拉松，啊，再来是爬玉山，啊，再来是日月潭的迄个横渡日月潭，啊，再一个我袂记啊，就是这其中一个。啊，其实你看真足水，你看这种是人咧走，伊就走较早这挖出来这个山壁这个路这是台路，这张是台路公。啊，过来这是因为这最后我想讲做一个小结尾，我景我上来这风景这张好啊。这个人知影是对。我真正有搭面册，有人随知足恐怖，我无写是对，有人随知，而且讲啊足准的。啊？花莲哦。这是东部，但这毋是花莲。我直接讲啊，这是第26线，这是加落水啊。啊，这边啊吼，若围去垦丁啊，听地边啊，这就是有迄个雷达站，有伊年的，迄3粒就是伫遐。这段我这方向是向迄个满洲的方向，就是你啊，向满洲是看这点。我就是感觉，你看像这呢，差不多6、7点走，顶悬拢无车，这条路就是你的边啊海。边仔山这足空旷，所以我感觉就是伫走这运动上好算安尼，像讲安尼，这个视野是讲安尼的心情足特别。我想讲这个头前讲的这风景，其实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讲安尼走，除了这风景以外，我有得到啥物款的好处我毋知影大家会感觉讲即款的运动有啥物款的趣味有人感觉讲啊，就是走足无聊的啊，应该就是两只脚咧吐来吐去，倒脚遮有啥物趣味我一开始嘛安尼想，但是像我嘛无伫听音乐，我就是尾可能是走安尼看观察。我是感觉讲像我拄头先小可有讲的，你会感觉讲你对这个毋管你高雄啊，你台北啊，你生活迄个城市看的。迄个笑度会无共，比如讲较早，我即摆住的是松山区你较早要来西门町即边，你会感觉讲哇，这足远的，我坐阮几站。其实，譬如讲来用走的，我会感觉这我走会来啊，差不多10公里以内就走会到。你会开始对这个这个距离的感觉无共。你慢慢会发现讲，尤其你像我拄仔讲的3公里、4公里，尾也走到专程的马拉松走了，其实你会感觉讲有一寡。生活中的人啊、代志啊、物件啊，你会感觉讲你无法坚持，因为比如讲迄个你会感觉讲你会当看到足远的所在。比如讲你较早想的就是我明仔载的代志，还是讲我眼前的代志，但是你要走到42公里是你无法度想的距离，所以你敢若会当想的就是讲，我着1公尺去走，总是走会到。你会感觉讲有迄个无啥物代志是遐尼了不起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讲，咱定定你讲迄个心情其实心情真歹扭曲啊，心情要扭曲。心情咱大家讲譬如讲有足侪道理，大家嘛知影讲心情，当时去转变，去转念，也是讲心情安那。但是伊就是安尼啊，伊无法度转。但是我先讲另外一个较好耍的代志，你若是有用手机，也是讲你也挂种手表，还是讲使用啥物小米手环，你嘛会使。伊会当帮你量迄个心率啊，心率。心率就是讲你1分钟你的心脏跳几个，心率这个数位是安尼，有一个譬如讲你即摆掂的时阵，譬如讲咱即摆我坐，我咧讲话，可能正常一般的人差不多60几、70几，这算正常。若有伫走马拉松的选手职业的选手，伊会当到40几，其实掂钟的时阵是愈加愈好。这意思就是讲，你的心脏会当卖。出较侪力，会当维持你身体健康的这个需求。若是伫振动的时阵，比如讲，咱振动的时阵可能130、140，若有
伫运动的人，伊嘛是伊会当愈加吼，就是讲伊会当免出较济，咱就是维持你的这个需求安尼。啊，你若看这个心率，你会感做啥？你开始观察了后，你会感觉讲哦，原来咱即马恬静的时阵，甲运动的时阵，其实迄个你的心率的表现啊，愈来愈好。其实你的心情嘛对咧改变吼，因为其实你会感觉讲，你静的时阵当愈静，动的时阵会当足好的振动。其实你的心情嘛是会对这个速率，所以我老讲心情是无法度量测的，但心率会使。所以你观察你的心率，你就知影你的心情是安怎。啊，倒来讲，有当时啊，比如讲你若挂只表，你若出去做啥物代志，紧张的时阵，你会感觉伊会愈跳愈紧哦，所以你的心率嘛会对变哦。啊，这我想要讲的是讲，咱定下你有一寡心情啊郁卒啊、无爽快啊，是讲啥物想法无法度跳出去。其实你敢若安怎用坐遐想哦，其实你郁咧遐嘛无法度改变。其实你的身体振动、距离、振动、距离改变，时间的迄个尺度改变吼，这个代志你会感觉讲伊就改变了，对振动。所以我想讲要讲的这个风景就是讲，这风景吼，也是讲这路是生喺骹顶悬，但这骹是伫咱身体顶悬。你一定爱身体动，这才会对动哦。所以你若咱若伫厝里内底，就是拢看网络的这个消息啊。咱即个身体内底，咱即个精神所接受的资讯就是安尼，所以你对这世界的心情就是安尼。但是你若像安尼行出去无同所在，用无共的速度看，你会感觉讲，你的生活愈来愈丰富哦。啊，你会倒转去你的家庭啊，是讲你的工作内底，你会感觉讲，真侪物件袂遐尼伫遐迄个固执伫迄个点吼，其实咱走过就走过哦。所以我迄阵伫想迄个天下即个专栏时阵，我用风景走过我，所以这个走我有特别。我其实想这5个字，我伫一开始我毋是因为今仔关系，我一开始想这个专栏的名，就有伫考虑台语安怎念吼，因为所以我毋是讲风景行过我，就是讲这个走我用这个华语的走吼，但这是走。啊，谁若毋是我行过风景的，因为其实我是感觉讲咱就是咱这个主题是讲爱有愈侪身躯边有愈侪人、愈侪风景，甲咱的生命变丰富了。其实咱这个我较会丰富，袂当讲用这个我有一个。认知爱伫去要用这个框去认捌这个世界，其实你会愈活愈会安尼吼。这是我今仔上主要想要分享啊。